可能你唔認得我，但係如果一提起粵語警察，你就會第一時間諗起我啊！點解？我可以話係目前嚟講全網最大嘅一個粵語警察，無論係時間啦，從2021年開始盤點塑料粵語歌，定係粉絲量啦，全網擁有好多女粉啦，因為行顏值路線，定係部位啦。俾人插嘅部位喺盤點塑料粵語歌嘅呢5年嚟，基本上都係每出一條片就俾人插幾次，話我呢啲粵語警察就係阻礙粵語發展嘅罪魁禍首。粵語就係因為我呢啲人先搞到沒落嘅，叫我躝出廣東，甚至仲有人出片鬧我添。他們這群人對以 Beyond、張學友、劉德華這些人為代表的老牌香港流行樂有病態般的執着，並普遍拒絕接受任何新一點的粵語流行歌，以這個粵味調料為首的一群人，堅持在自己所謂粵語圈子裡自嗨。好明顯，呢啲人係冇睇晒我成條片嘅，喐啲就話我粵語警察，網上面學到一個詞咧就話周圍喺度亂咁用，不分場合咁樣話人哋粵語警察，粵語警察真係好委屈㗎。咁有睇晒完整一期嘅觀眾大佬都知道，我唔係粵語警察啊，我係粵語歌警察。咁針對粵語警察呢個詞呢，我仲專門出過一條片嚟分析㗎，大家可以去睇下。咁作為一個成日都俾人插嘅博主嚟講，俾人鬧得最多嘅一句就係：你這麼厲害，你寫一首來看看啊！實不相瞞啦，小弟我係有寫過歌嘅，至少有5首啊！今期就嚟鋭評一下我嘅歌，一齊嚟睇下全網最大嘅粵語歌警察寫出嚟嘅粵語歌水平到底係點樣嘅呢？ OK， 首先嚟聽一首比較新嘅，叫做《諗多咗奶狗之歌》。嗱，咁呢首歌咧係2個人唱嘅，我哋重點聽我嗰部分啊。唔係花送花，有幾多心思可以為你花？我花兩三千工資都要入你花，做花個天都知我中意你係冇花冇假，又冇乜廢話。你有乜嘢愛好，我都當做愛好，投入你嘅喜好，每日報道。你有乜嘢傾訴，我都隨傳隨到氹你開心，保持最暖嘅溫度。但係呢種溫度你好似唔太在乎，細心啲諗下，其實你有冇對我在乎？需要我嘅時候我就即刻出現，我想揾你嘅時候你就成日都唔見。你話閨蜜約咗，你話好攰瞓咗，其實喺你心目中我係你嘅邊個？我話我愛你，你話係我諗多咗。嗱，咁其實呢首歌咧又係好千禧年代嗰啲網絡風格歌啊，即係比如我哋打電話俾人哋咧，會有等待嗰個鈴聲嘅，就係嗰個彩鈴啦，可以喺電視上面買嘅。這麼多好聽的鈴聲，趕快用你的手機下載吧。我諗多咗，你點會愛我？係我無厘頭，自以為是太荒謬。係我諗多咗，係我只交咗，做幾多都冇結果。哇！你話係咪好心噏先？聽到都有啲眼濕濕啊！嗱，呢首咧就唔係我寫嘅，我負責唱嘅啫啊，好核突。係我唱嗰部分好核突啊！嗱，呢首歌咧係我個 friend 阿 Ben 哥寫嘅，我諗佢應該係寫下寫到無厘頭嗰陣咧，就突然間諗起我啊！但係就唔係阿星爺嗰種無厘頭啊，係真係無厘頭鳩嗰隻。咁同埋阿 Ben 當時咧話呢首歌係 rap 嚟嘅。咁其實我覺得唔算 rap 啦，頂多算係數白欖咁啦。咁而家我再聽翻咧阿 Ben 嗰段咧，其實係好適合佢嘅，好貼合成個編曲㗎。反而係到我嗰部分咧，就成件事都唔係好襯啦，即係核突報警啊！嗱，咁我當時睇啱呢首歌咧，都係因為佢夠搞笑，搞笑得嚟又好傷感啦，好貼合我呢個憂鬱小紅書㗎嘛，唔係憂鬱抑鬱啦。跟住曲風又好老咁啦。嗱，咁其實如果再俾我多次機會嘅話咧，我寧願真係唱得豪放啲、入肉啲，因為而家咁樣聽翻咧，即係相當於阿 Bob 喺度扮林峯咁啊，懶心情咁。嗱，咁如果阿 Bob 用翻佢最自然，我哋大家最熟悉嗰種風格嚟唱嘅話咧，相信呢首歌會更加正啊！係我諗多咗，係我只交咗，做幾多都冇結果。係咪先？係咪先？一入肉啲咧就正好多啦。好啦，打分環節，咁呢一首諗多咗，唔知各位俾幾多分咧？對於我嚟講咧，喺我咁多歌入面綜合嚟講嘅話咧，我會俾5.5分。因為呢首歌錄完之後，差唔多成半年先發出嚟嘅。等到佢發出嚟嗰下，我先醒起原來有首咁嘅歌，跟住我再聽翻啊，好似當時候真係唱得唔夠好咁樣。
有少少遺憾啦咁樣，所以就唔係好滿意啊。同埋呢首歌唔係我寫嘅，咁希望大家可以支持一下阿 Ben 啦。下一首腎仔歌破碎，哇！呢首好耐啊，喂，我超中意呢首啊，因為佢 MV 仲要影到我好靚仔添。2021年，哇，已經5年前啦。嗱，咁呢一首大家可以見到，作詞啊、作曲啊都係我嘅。是誰一再亂責怪自己劇情一再撕呢個 layback 所有諾言全部破滅說過我是你今世的所有與我十指相扣今天卻剩我一個甜傷口獨自難受好中意個 layback 啊，即係每一個拍子咧，我會提前少少或者延後少少嘅。我太幸運與你手一手，可惜愛你是如此艱辛，破碎的心傷得很，剩下我一隻空等。係咪先？個編曲好正啊！咁多首歌入邊編曲最正咧就係呢首啊。咁副歌咧去到假音嗰部分啦，有少少出戲啊，即係有少少難聽突然間漏氣係啊，太多氣音啊。嗱，個作曲咧係好聽嘅。點解我自己講出嚟好似有啲怪怪地咁啊？喺度王婆賣瓜。嚟啊！嗱，跟住嚟最尾呢一段咧係我覺得非常之難聽嘅部分啊，大家聽下。我太幸運與你手一手，可惜愛你是如此艱辛，破碎的心傷得很，剩下我一隻空等。同樣啦，又係好大瑕疵啊！呢一段高音咧喺我錄完之後過咗1年啦，直到而家我都覺得好 Q 難聽啊！即係難聽到想塞。最衰都係我，明明自己唱唔到，寫到鬼死咁高喎。嗱，都唔係嘅，唱係唱到，不過咧就唔好聽，啲假音太尖啊，仲係需要好長一段時間去練下佢啊。我都係唱翻 rap 好過啦。咁但係除此之外，其他部分咧我都覺得幾好嘅。換個人嚟唱咧，可能就好聽啦。嗱，咁大家都知道我中意 R&B 啦，尤其係呢一種 emo R&B 啊，都話我係憂鬱小王子嚟嘅。大家唔好成日睇我成個戇鳩仔咁，但係咧我超中意聽嗰啲好傷感嗰啲歌啊，傷感到地底嗰種啊。講真嘅，你咪見我喺度笑又唔信我先得㗎。咁同埋我中意呢首歌咧，可能都係因為佢個投入比較大啊，因為咧仲專門訂咗間酒店嚟拍 MV 啊，高成本，咁大個仔第一次拍 MV 啊。好啦，打分環節，唔知希神仔嘅呢一首破碎，大家會俾幾多分咧？都俾7分啦，有超大嘅進步空間啊！下首腎仔歌《激光中2023》，哇！呢首歌好耐啦，2023年5月嘅，我今期最中意嘅一首係一首致敬羅文嘅歌。放加劇就等於火。嗱，咁呢首歌咧係本人啊對我自己嘅歌嘅排名咧係排到第3嘅，啱啱2首都入唔到前3嘅，好正，係啊，又好正。嗱，咁同埋呢首歌咧係好榮幸可以喺各位觀眾大佬嘅見證之下製作出嚟。點解咧？我哋一陣再講，即刻嚟聽下。打開的是高燈光，幫助分泌多巴胺，加多一點內啡肽，壓力煩惱都釋放，再加點歌聲，多點招式，多點修飾，跟着我搖擺。你不要壓抑，不要忐忑，認識後加深彼此了解，把手伸向我吧，窗邊影射落下，投入眼中，想講出那句話，此刻但又覺肉麻，激光中忘掉各種彷徨，讓這首歌徹夜回盪，逐漸面紅熱燙，放膽起舞吧，持續發光。正啊！嗱，因為我而家睇緊嘅係 MV 版，都係放翻歌詞版啦。如果唔係咧，好影響大家對呢首歌嘅評價噶。建議大家評價完再去睇啊。嗱，咁呢首歌咧，雖然我中意啦，不過都係高音問題太尖啦，好哽耳啊。嗱，同埋之前咧，我見大家嘅評價咧，其實係比較中意預備副歌嗰一部分係多過副歌嘅。把手伸向我吧，窗邊影射落下，投入眼中。但係反而我會覺得副歌會好啲喎，因為其實
預備副歌呢一段係好爛大街㗎，即係我而家諗翻咧，有啲似嗰首咩？很想清走你臉上淚痕如苦海的救兵，我給你簡單的世界來聆聽你的笑聲。咁個副歌咧就唔同啦，比較特別啲啊！咁再講翻呢首《激光中2023》係點嚟㗎啦？當時咧係做緊一個72小時隨機寫粵語歌挑戰，隨下咧就除咗呢首啦。嗱，嗰期節目咧，我將呢一首歌嘅製作過程同選材啊，到揾編曲、作曲、作詞，最後演唱都有記錄落嚟㗎。大家有興趣可以去睇下。所以真係好榮幸可以喺大家嘅見證之下順產出嚟。嗱，咁呢首歌如果俾我再錄多次咧，其實我係想再姣啲嘅。係啊，嗱，又係有少少遺憾啦，因為呢首歌係致敬羅記㗎嘛，梗係要姣啲㗎啦。而家目前嚟講咧，就得個 MV 係夠姣嘅啫，把聲就真係唔夠姣啦。嗱，但係真係唔建議大家去睇呢個 MV 啊，費事影響我喺大家心目中嘅形象啊，到時啲女粉啊走晒㗎啦。好啦，咁呢一首希神仔嘅《激光中2023》，大家俾幾多分呢？我俾8分，即係呢首歌咧係屬於一種我會推薦人哋聽我嘅歌嘅一首啦。當然啦，可能係因為佢夠搞笑啦。前面嗰兩首就真係唔得，前面嗰首破碎，即係可能因為佢曲風都係其中一個原因。你喺一個人面前叫佢聽你一首好傷感嘅歌，除非你係喺適當嘅環境、有適當嘅氛圍之下烘托出嚟啦。如果唔係貿然叫人聽一首咁嘅歌咧，佢係代入唔到嘅。你試下收藏呢首歌，喺某一晚，可能你心情唔好啊，又或者經歷咗啲同我一樣咁破碎嘅事啊，嗰陣咧你打開呢首歌，話唔定就有 feel 嘅咧，係咪先？好啦，今期鋭評希神仔嘅歌咧就嚟到呢度啦，唔知大家覺得我呢一個咁嘅所謂嘅粵語歌警察寫出嚟嘅粵語歌水平係點樣嘅咧？睇大家嘅反應啦，如果反響好嘅話咧，我仲會盤點埋我剩低嗰幾首噶。嗱，同埋如果仲想睇到我做第二期嘅72小時隨機寫粵語歌挑戰嘅朋友咧，都係睇今期反響啦。如果今期嘅數據好過上一期72小時嗰個咧，咁我就即刻出第二期噶啦。中意今期嘅朋友記得點讚、關注同埋轉發啦。我係希神仔，粵味聊聊，粵味生活更多料。我心思不係做一歌一笑，俾你輕又嚟啦，佢又冇令到大家失望啊！佢未唱到呢個係字咧，我已經感覺到，佢未唱我已經開始笑，會唔會咧？果然佢真係會。